台南客家花种公园的特色游戏场的佚佗物仔，今年2月才打启用，也毋过到今已经发生5件囡仔受伤的事件。台南市干部局是表示讲，会随来全面检查这佚佗物仔安全性。工作人员透早就伫客家花种公园内底咧整理检查，主要是要确认安全性。因为公园内底特色娱乐设施，包含醋溜笼，互人会当爬来爬去的所在等等，为今年2月启用到今，已经传出5摆囡仔受伤的事件。所以这就要是讲恁当嘛，比较啊用怎款哦，冷水对啦，咱来把这扣来是控制，较袂遐冷像严格的。一定会跟他们说啊，但是他看到别的小孩子都乱玩，他就跟他们乱玩。所以就其实家长也是要在旁边提醒的。家长找明代定情，反映公园启用了后，3月初2就发生3摆受伤的事故，包含有钉仔现出来、醋溜笼设计不良、婴仔弄着栏杆、早日设施歹去等等。4月初3佫发生器材无稳，造成摔倒等意外。主管单位表示，即马拢已经有维修啊。当然，这个设施难免有点损坏了，就不小心有那个钉子裸露出来，不小心的话就会伤害到马上做一个反应也请厂商公务局这边还有厂商这边来做马上一个补救了。台南市府推广一区一个特色公园，打造在地特色。不过今年初就曾发生林德甲归仁地区的特色公园受伤的事件，佮加上客家花种公园传出有人受伤，台南市长黄伟就表示，要求包商限期改善，担起赔偿的责任，提报立管不良厂商。对于这个厂商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施作类似的这个工程，我们一定要做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举一反三。第二个，对于这个厂商，现在小朋友已经有受伤的责任该谁负？我们要求厂商要跟这个受伤的家长要做一个说明。针对这些公园游乐设施的部分，干部局表示会专市公园加强全面性检查，要求厂商确认安全。未来咧选厂商的时阵，嘛会特别注意，希望会当互囡仔一个安全的佚佗环境。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